卖吵啦！我甲你讲，这巴肚在枵，心情无好哦。咱出差就是爱有一个欢喜的心情啊！咱来到这个美食之都呢，所以我巴肚枵，即马要来食啥？牛肉汤。牛肉汤食了咧，牛肉汤。安尼我想要食点心咧，嘛是牛肉汤。除了牛肉汤，敢有别项？我就是想要牛肉汤麻辣爽啊！有我点解来是无食着牛肉汤啊？好啦，你家己去爽啦，我要来食别项啊。但是我敢若研究牛肉汤尔，还是你有其他的研究？可能有即个无共款的饮料。等下，咱等下要工课呢，咱来宾咱会要来，你甲我讲你今巴都要你要去食饭，总是爱等咱来宾来录音录了才去。我爱先想起来啊！我感觉你等下会使甲伊问啊。对呢，伊翕即个好食的，大家看嘴暖一直滴安尼。扣你，人这专门科的，你个你也家己想啊？等下问普罗的就知影啦。对啊，我等下要问我牛肉汤的麻辣爽要安怎行？你去问。但是咱两个已经添加安尼系列的，咱刚好都完成这个牛肉汤的麻辣爽。我真正无把握。我放弃。好啦，安尼咱等下要食什么好料的，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的拍节目，来听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的台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来啊，咱这来宾，请你先自我介绍者，用你的声来讲一个话咧。好，大家好，小可别车啦。别紧张啦，对，大家拢安怎改称呼？好，我叫做爱玉天才。爱玉天才，二游天才，安尼是？对，二游天才，就是二游有可能就是较北部啊，是较高雄遮人会讲。但是咱台南的话，拢会讲鸡啊，天才啦。哇，真正叫天才哦。但是你的 IG 的名都长诶，平时大家拢叫你啥？我原本是叫做鸡啊的天王。天王，所以迄阵阵大家拢叫我天王啊，天王啊吼。有一天我感觉吼，天王即个伤过普通，较老啊啦。对吼，好摆咱较早吼伫学校咧读册时阵，咱嘛知影咱是天才，叫做天才安尼啊啦。所以真就是爱叫你天才啊，对啊。所以较早期我若咧用 IG 的时阵，是叫我天王，到尾啊我翕短影音的时阵，对。无天王啊，大家拢毋知影，电影伊毋知影你啊，无咧甲我尊重，直接拢叫我鸡啊，爱玉，迄个爱玉，就是我。我也想讲，鸡啊天才，咱来缩写变成哪？鸡才。你咧知我要讲啥？袂歹。好，安尼请问咱这个天才，你是倒位人？台南区。你看，正台南人就安尼开始讲家己倒一区。南区。了解。好当初是你啥来号这个名？我是原本就咧卖鸡鸭。卖鸡鸭。我咧卖鸡鸭冰诶。鸡鸭冰。因为鸡鸭伫咱遮人会敢问嘛？问讲你咧做啥诶？咱就讲咱做老大诶。咱化水诶跟当。对，你真正有互伊跟当咧。这跟当这老大，咱就天王级诶啊，对吧？咱就想讲无好啊。鸡鸭天王安尼。大家听到伊嘛会感觉哇，这个唱得足厉害安尼。听起来就真厉害。系啊。安尼要问讲一开始啥怎会想要拍影片？因为你当初是拢相片嘛，对。对，介头先我是伫咧当咧翕 IG 的啦。我当初是嘛袂晓影片啦。对。因为当初是迄时阵嘛 IG 的时阵嘛无短影音。所以就是大家相片。主流就是相片。了解，一开始就是用迄 AI， 毋是你家己讲的，后来为什么变做家己配音？其实翕即种短影音，即个影片，其实一般人伊翕伊较无像咱咧翕的遮尔啊专业。伊有可能伊咧翕的时阵，伊有可能想讲我来翕一个影片要互看尔。但是咱算有一个计划，就是讲你要翕一个影片的时阵，有可能会想讲，其实伊这短影音就是安尼啦，爱有一个量，你的质无足重要吧？但是你爱有一个影片的数量出来。咱的计划就是第一阶段，咱用 AI，因为有时有可能感觉咱家己的声音，可能人较无法度适应嘛是安那，因为毕竟用台语的来介绍。初期是无人用的啦，对啊，所以咱嘛初期拢是电脑配音的啊，对，无就是人讲国语。
嘿，无人尝试就是讲用台语来配，对所以咱想讲，要来翕的时阵，咱用 AI 先来看卖啊，试一个水温就对了。对，看咱的嘿，看大家反应。嘿，来较来，若袂歹的时阵，会使的时阵，咱伫啥物时阵是正常来开始用台语来去讲。所以其实是有一个计划的对啊，原本就有计划要讲台语。对，人看若是台语落去了，差不多啊，无人甲咱看啊。安尼咱要安怎？换咱本人来换咱出来啊。对，人一看就知影这。天龙啊，对啊，这拍鸦片，红来咯，这拍鸦片的刘德华啊，对，是安尼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像你当初是讲的，虽然讲你这是有计划，但是一开始拄翕相到翕影片，拄着的状况应该是无共款吼。无共，因为翕相片伊较简单啦，对，就是咱安尼翕的，你收片。就会当迄个团起你啊，但是伊较无法度去感受咱的温度，现场的感觉啊。初的时阵，敢有啥物无适应的所在？比如讲开始讲的时阵卡掉咧，还是啥物啊？介头先应该是无啥物迄个啦，但是影片甲相片较无共的，就是咱即摆开始要加片的时阵，对，咱就会想要困啦。想要困，是啊，应该是每一个咧翕短影音的人。伊可能状况拢共款所以翕的时阵是无讲话的，是尾仔才配去的。每一个创作者无共，但是若以咱 IG 即挂的，拢是迄种，就是后壁配音。你若是抖音即挂的，伊就是哪翕哪讲。原来够分哦，真正是就是下一个产业做的，甲想的拢无共款。你当初是敢有无适应的所在？除了就是想要困。真想要困。准大腿还是准目睭皮？我看真正迄真正吼，就是安那你毋知？因为咱真正想讲，要翕当阵咧翕相片的时阵，我精神足好的啦。凊彩一工会当加足济，足济片的。系啊，但是即个影片吼。真正几若工较会当生产一支，对，伊大部分的时间拢在困，大部分的时间拢在困，介头先无遮尔忝咯，真的想要开始加，就困去，就搁精神，就搁想要加。我想讲，哎哟，这安尼袂使哦，我即摆爱想办法应该加，然后一看时，哎哟。搁困去，搁想要困。你知影我平常时加多少，拢加久啊无？你是声音嘛，毋是影片啊？我听声来想要困啊，较袂使。好像你配音咧，因为一开始 AI 配是毋是足紧诶？搁来你家己配。家己配的时阵吼，因为要翕即种啊吼，配音足重要。对。然后咱若毋是专业的啊，咱就想讲，咱是毋是爱来要专业的？机器设备，麦克风啦，还是啥物迄个哩落咧足济，然后咱就去问咱家己的酒友咧做诶，咱就甲问讲，你是安那用？因拢讲用手机啊，一支手机啊，就开始啊。我就想讲，敢有可能是安那伊讲诶声音甲咱录诶声音无共款，是无共诶。安尼要安办？伊唱播啊。你敢咱就去甲问看觅，你敢是有下载啥物？能听系啊，系啦，大家拢讲无。大家无，结果唱播啦，这是唱播啊。真诶啊！伊惊你比比啦，惊你就是比较厉害呐。来，咱就爱想招嘛，对，想看觅要爱突破，讲因既然有法度安尼咱要安啦，咱先去。轿车顶悬录音，轿车，大家拢是伫车顶录音咱伫车顶来了，咱开始讲，咱伫车顶的时阵，足侪人讲，伊嘛其实伫车顶，奇怪，你拢伫车顶，拢毋讲，然后咱就袂使，安尼你伫车顶，安尼你伤喊嘛，安尼咱就会想嘛，要安那较无迄个奇奇怪怪声，咱就咪个烫树。大家拢变烫树，大家拢安尼。恁这是有安排好的吼。阮顶一个来宾，伊就是讲，伊之前嘛是伫车顶录音，结果尾听人讲，就是伫烫树在录音，
啊，伊当初是想讲人是爱行入去烫树，咧想讲哈，逐个人因兜哪有迄遮大诶烫树哈，阮兜无。结果尾仔才知影讲是甲烫树拍开，头剪入去录音。因为烫书内底有衫，对，嘿啊，伊哦，咱就 keep 音咯。嘿嘿嘿，哦，所以大家拢差不多拄着，拢差不多这个状况。对，对啊，来了吼，来了，到尾你就会想讲，大家拢嘛是安尼啊，吼，车顶啊，去车顶也要加片，也要翕，然后甲去烫书，想想袂当啊，安尼咱的特色无法度出来，对，安尼要安那？嗯，直接无走烫书，无走车的，现场啊，咱直接无得安尼讲啊，直接哦，嘿啊，现场就很丢安尼录讲起来。对。但是现场录做边啊，人做侪人咧看呢，有现场的，嘛有加片的时阵，再录，直接安尼录，哦，嘿，到尾较知影咱的声音真正有水准。哦，而且你做有感情的呢，你录的时阵拢有放感情呢。真诶，有时啊吼，录音吼做好耍的，就是你家己伫遐咧用剧本的时阵，咧写剧本的时阵，然后你开始要录的时阵，开始伫遐讲，看那你啊，哈你啊好笑着啦，嘿啊，家己嘛刚刚嘿啊，嘿，所以你后尾拢无写卡本哦，直接讲。嘛是有时啊，嘛是会准备者嘛是会准备，嘿，但是进前拢会准备足济，嘿，到尾啊吼，一念安尼，嘿，到尾啊吼，就是准备一个大功安尼，欠一个开头尔。啊，嘿，就是甲开头是准备好，来开始的胡说八道啊。有啦，有认真小有改啦。认真啊，有认真。啊，你想要问讲，就是你找即个要介绍的店家，即个灵感是倒位来的？像7月时阵，阮着关录音。啊，那7月其他的7月其他时间呢，拜拜跋杯。其实你要做一个创作者的时阵嘛，不管你倒一个足厉害的，你自你较早要做一个创作者的过程，吼，要做部落客的过程，就是第一有可能你会去翕你介意食的，还是恁兜附近周围你感觉生意袂歹，你嘛爱的，有时啊，即种无流量。哦，因为你要做一个创作者，需要是流量，嘿，你就变成安那，去找较侪人去的，就是你就爱去看。但是我即摆要讲的这吼，这拢是干货呢，这若互恁听去，听就没有听到，大家变出现做侪竞争起来，我跟你讲讲听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所以是毋是做食的其实是上好，就是进入的主题。敢是？其实吼，迄个较好入手的，要做嘿，要做短影音，其实是做用食的。有做这人伊咧做美业，吼，还是伊咧卖黄金的，还是伊咧做汽车的业务啊，啥物货，但还是房仲的。结果吼，伊安那翕拢袂红，但是伊若像讲，我有一工吼房仲啊。走到一半，我甲恁介绍我啦，房仲我拢来出去外口，对啊，嘿，你就会看，哪有看过？嘿，伊开始迄期就会编去啊，编伊的头前的影片，对咧看，对，就是安尼，嘿，奇怪，即个粉丝较200个尔，对无？但是伊看的人说万几个安尼，嘿啊，伊看伊是安那较会跟他起赞要较1万个，对无吼？安尼要安那？甲头先咱嘛讲啊，伊看伊做啥？安尼要安那？无啦，啥物货咧？你搞我200个粉丝，1万个赞，咱拼半暝半，咱就头家还未开门，咱就伫门口咧甲等啊。来到尾啊吼，你毋知到尾啊安尼吼，大家拢知哦，原来你做起来原来是安尼呢。然后过无偌久的时阵吼，大家拢对咧做，真诶，人家袂开，全部门口拢布落去。大家拢对咧做，对。其实若有要做即块，你伫倒门若去录着，对，即个捌看过诶。哦。伊粉丝佫遐尼啊少，还是1000个、2000个。我就会甲起赞。对。然后你就甲支持分享。哦，其实就是毋是讲牙香对白，但是就是咱做出家己的气味甲咱的方向，对吧？对。安尼，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，就像你拄则讲的，你开始拍影片的时阵，你讲成都咱4口位啊，食过的店也是怎啊？人毋是进前毋是 PTT 拢有问讲，你感觉倒一间上好食？阮兜巷仔口迄间对。你若今日就是拢家己的介意的物件介绍出来，你敢会烦恼讲就是你以后去迄个所在爱排队还是创啥？
其实吼，阮正常拢是会安那，就是偷藏步对，拢有一个默契，就是即间袂使报啦即，间是我的地汉地真正忙报哦，忙报哦。但是有一寡人恁台南的哪拢安尼啊？我想要知影迄袂使报的。真的啊，但是有一寡人吼，偏偏啊，就即个时阵伊就要甲报，哦是啊，伊甲啊，报，咱就爱去排队，啊，伊嘿啊甲排队，咱会发生啥代志？好啊，佮去小找可来啊见的人拢要排队啊，啊，我嘛咱就要来报，来翕啊，哦，做伙报啦。对啊小整的对啊。系啊，安尼你敢会使讲，你敢会使分享一个，就是别人报过，你做后悔啊，尾你嘛有甲报出来，你做后悔甲报出来的，我足后悔甲报出来对，哦。尾啊后来拢爱排队的，有无？嘿啊，啊，莫去讲啊，啊啊，无啦，讲起来，倒一间，食啦啦，我真正爱小可。无要紧，伊这真诶是袂甲人讲。好，安尼想要问讲，你敢有因为就是拍片爱讲台语嘛，所以你爱形容一寡食物的形容词，啊，就是去学习讲要安怎讲我就是用咱较，口语。较口语的讲法就，是咱日常讲话安尼尔。啊安尼讲的话，有可能的，足侪人伊想要听的。大家都听有啊。因为我较简单的就是讲吼，因为你每一个人拢爱有伊的特色，是伊的特色吼，就是有关系到你，比如讲，拢无人翕台语的，哦但是台语的就小众啊，都无人要看啊。无呢，我自从甲你讲话了后，咱两个讲话讲好，开始接通过，已经讲好，咱当时要来了，IG 一直跳出来呢，翕台语的人一直跳出来呢，我想讲这真啥物意思？这真啥意思？无啦，你上请。好，安尼想要阮来现场挑战者，好，毕竟你是一个翕好食物的，阮现场就要来食过遮尔侪物对，件，食过即个物件，你内底有规个影片，我拄则已经有做记号，我等下要去食。安尼，阮要来甲你考试者，好阮凊彩讲出一个就是食的物件，啊，你来形容一个就是伊的口感。好，第一个我来出啦，一定爱出一个甲有关系，你知影要出啥无？鸡啊，食起来感觉是啥？对啊，你要介绍一下鸡啊，食起来啥款啊？鸡啊食起来感觉就是吼，要安怎讲啊？讲我来讲鸡啊，较对别人来讲较无啥公平。哦，因为你是做鸡啊的人，因为你就了解。因为吼，因为阮食的鸡啊的感觉吼，甲一般人食的鸡啊的感觉，伊是无共款的。对。啥呐？啥物？我要听，这是好听的所在咯。对啊，对，一般啦，一个鸡仔人吼，伊要会好食，话伊家己咧做美食，啊，伊个伊嘛是入口即化，鸡仔袂当入口即化。对啊啊，那 QQ 诶，对啊你莫甲伊讲啊，你甲伊讲 QQ，你讲出来。是嘞，QQ 我讲起啊，伊迄吼，伊迄就是一个鸡仔要好食，你就是爱含喺喙里，对，啊，你甲抿落，鸡仔抿落，你煮吼，用去顶悬的时阵，甲迄个鸡仔，佮甲抿一个时阵，对你就会感觉讲，哇，一般啦吼啦，无好的鸡仔，你安尼一抿落去，煮佮用起哩，对，伊就会水化掉。哦，化掉，安尼迄个鸡仔就失败的。失败哈，我就是安尼是会使的呢。因为伊无够 Q，伊无够 Q，啊所以就是鸡拄起哩了后，袂使化掉。对，安尼开始真正有够水准的鸡仔。哦，啊，过来咧，所以你鸡甲伊出来了，伊安尼短安尼。对，伊短，伊会伫咱的喙内底短，嘿，顶界。哇，真正，跳跳哦，我像阮厝边一个阿伯啊，食我的鸡仔上厉害是啊，我袂听，我无食着，我拢袂信。伊感觉你这卡汉尼啊弹呀，结果啊，伊一支假的喙齿给我弹出去，弹去甲对面。这有较含。哦，好，啊个换你考一个，安尼我要考台南的沙白鱼汤，说吧，鱼汤的口感，沙白鱼汤，对，基本上沙白鱼汤伊有分几内部分。几几内部专业要来哦，咱台南有可能大家较爱食的，到尾拢是鱼皮汤。鱼鱼皮汤。皮哦，啊，那鱼皮敢袂足臭臭的？哦，阮台南的厉害的鱼皮，用青的，迄都很裂起来，就很随甲处理落去啊，嘿啊，啊，所以迄一碗汤内底敢若皮，对。都无物件。可能还有一个，你拢无咧食饭心，还有一个，你讲爱笑咧，你变人笑个闹去啊！系啦，还有姜丝啦，系啦，姜丝，系啊。啊，但是吼，鱼皮吼，真正，咱台南鱼皮还有分呢，有分，真鱼皮的够，三把鱼汤有分，古早啊，过来鱼皮嘛。真的，敢若鱼皮吼，都有分古早味的，嘿，嘿，甲现代的。差伫倒。吼，啊，古早味的吼，佫有分两种。哦，
古早伊吼嘿，杀的鱼皮佫有分两种，嘿，有一种吼就是一皮足薄，对，就用足薄啊，但是全部拢是用像迄鱼丸的浆安尼，鱼浆。嘿，结果你食，敢若顶面迄个是皮尔，嘿但是伊是浆，哦，嘿，伊迄是一种，对，嘿，佫有一种就是嘛是规领拢是皮，伊有肉，但是伊有过一丝丝仔的鱼浆安尼尔，嘿，所以伊食起，猪啊，一个较济安尼。嘿对，但是迄个食起来感觉就是你伫外口食袂食着，无嘿，哇，对，迄足好食，来了就是很青的，对青的就是杀起来就开始处理的啊，对，嘿，伊就直接落去。规领安尼杀者安尼。嘿，杀一个伊就杀出来，就当互咱食安尼。所以古早味分两种，现在就是一种。哦，安尼食无厌。哇好，我要个问，牛肉汤台南嘛？你看，你讲的沙白鱼汤，过来就换牛肉汤。牛肉汤的口感，牛肉汤吼，牛肉汤其实做囡仔是无牛肉汤的啦做，囡仔是无牛肉汤。当然毋是无牛肉汤的啦。啊，无是啊较早嘿因为我你若像我较早吼，做囡仔时阵吼，对啊，迄当阵佫有冠春的时阵，咱去食，对，伊遐有咧卖牛肉面，哦敢若因有咧卖牛肉面尔。啊，嘿市区吼，台南市区有咧卖牛肉汤的足少，是哦，嘿，可能敢若两三个所在尔。真假啊，迄当啊？阵较无人去食迄。对，因为你若像阮较早影的时阵吼，迄当阵较大众就是牛肉面嘛。牛肉啊，你有时啊吼，你会去食牛肉面，对啊，等下甲厝边头尾吼拼啊，比对如讲哦，我今仔日吼走去吼，对迄个老邓遐食牛肉面，吼，等下人着迄家是大人讲啊，讲对哦，伊走去食牛肉面。对。我讲着食牛肉面了吼，来啊，等等下就消了啊啦。是啊，袂使食牛肉面，啊，因为读册袂使食牛，对吧？较无贵哦。因咱台南吼较早吼，对伊卖就是咱的信用足济。对，就是宗教信仰足济，伊就是做死做迄个，人啦，做死人袂使食牛，就是哦所以吼牛肉汤吼其实是足少的，哦，伊离到头20-30当前，对，咱台南吼有一间叫做嘿，迄个牛肉汤吼，就开伫咧中华北路遐，阮到时阵要甲店名避掉，无要别人知对对对，避掉避掉。伊就是甲所有牛肉汤带决上，定起来。对，就是伊，因哇，为到尾啊吼，对就是较早啦吼，你若伫咧20当前。对嘿你只要若讲你出来开牛肉汤的人哦对，你甲问伊一定会讲，哦，我较早吼拢走，我就是伫出来，哦嘿，我伫遐我就出来啊，安尼，嘿，较早是安尼，是哦，啊，但是即马牛肉有足济呢，对，差不多对遐出来较大宗啊，对，嗯，嘿，所以讲有食什么派派，哟，分做什么派啊？譬如讲拄则你讲有古早味甲现在啊，对啊，伊就是有分中药的，中药的，哦，汤头的部分，汤头中药啊甲清汤、嘿红烧，就是诶，我拢讲出来，你是做啥？无红烧啦，哦台南无红无烧，红嘿，就是可能用一寡水果落去控汤。哦，啊，话就是大骨，大骨，嘿哦所以每一个汤头拢无无共。共款，嘿，啊，但是牛肉汤啦吼，伊真正买好啉嘛吼，对，一般的你看生意足好的，一定足好啉。因为牛肉吼，对牛肉伊毋是用大骨，用水果咧控伊会好食。你搁爱伊挑起来，挑挑起来遐筋仔咧啊，嗯，嘿，嘿，遐遐筋，嘿，较会真正的好食。哇嘿，迄个汤头就芳公公。旁讲讲啉起来安怎？啉起来安怎？你爱形容迄个口感啊？你是节目呢？我听着就这历史，我听着这个历史，我开始介绍料理，我无听着你的口感的。真正一个好啉的牛肉汤，爱有啥物款的口感？我讲汤好啊啦吼，汤伊就是你若只要是像我甲我讲的迄，对你啉落你第一就是伊会芳开，对啉落你会感觉哇，这实在是台南。台南台南才有的嘿，嘿，哇但是肉啦吼，每一个肉无共，哦因为伊有肉分几若长，对对对哦，你要对，摇来部位啊，嘿啊，你要摇来肉啦，还是你要小摇来肉，啥物无共，嘿嘿但爱看你要较油的，较要较该会使正。选牛肉汤会使选哦。会啊，我去啊，迄头家我要牛肉汤啊，伊就甲我捧来，嘿啊，就你内底你就会当汤有蒜呢，嘿，你就会当讲你要较油的，还是要较正的。正假，嘿，会使去哦，会使咱等你指定啊会使指定。拢无共啊，但是吼，一般啦吼，若是讲对伫即几项拢无的时阵，一般伊就是单纯的牛肉汤安尼尔。对，嗯，正常食起来，伊应该是爱足软，因为原理啦吼，对咱台南南区的原理有一间牛肉汤，伊切了足厚，
伫菜市仔内底，嘿，伊足够哦，牛肉的品质无够遐，你食来足差。哦，就是咱家己去煮牛肉汤，个轮对无？拢足差。嘿我真正毋知咧啉牛肉汤，还是咧啉牛肉干。伊就是真正，你就会感觉哇，这个起来这根本就是牛排嘛，但是食落去遮尔啊油啦，系啊，好喙若要系啊，我捌到呀，而且佮种面哦，做面哦，嗯，你讲迄吧？嘿，伊嫩佮兼面，哦，厉害呢！介使讲一个较近的哈，你讲迄个，你阮讲嘅，阮等下可能行路袂到远哦。有地图拍开啦，啦，伊伫客家，客家伊叫做。我拢会甲避掉。哦，我即间我有听过，即间我有听过，阮拢会甲店名避掉。听到没有？你若想要知吼，家己去找阮即个天才哈，你甲天才讲。伊即间较厉害是，伊有一个牛肉的沙西米。牛排沙西米，嘿，应该若是伫台湾啦吼。对，牛排沙西米应该无人变野过。真诶。啊，我少啊，我想讲，这牛排沙西米应该正常拢伫日本啦。对，系啊，啊来了吼，人甲我讲遐有一间咧卖牛排沙西米，偌好食，拄偌好食。有啊，安尼啊，阮就想讲，啊无来食看卖啊。啊来看，伊牛排沙西米有分两种介绍。啊，你就知影咱艰苦人，艰苦人吼，会当食着牛排沙西米，咱就足欢喜啊！对，啊，咱就想讲啊，无好啊，啊无咱来点普通的啦，较朴实的，咱点较普通的，食落去吼，不得了，真诶，伊迄种口感吼，像我咧食蚵仔床安尼。是哦，伊敢会就是老伙老弟安尼，看到现场敢有足侪伙。应该头家输呀。无啦，迄无会啦。是哦，因为我看有诶，就是沙西米诶，就是肉类诶，伊其实硬起来拢有淡薄仔，拢会滴血，还是讲有一个血味。但是我去我是无看到啦。好啦，到你问一个台南诶啦，台南食诶物件啦。哎，想无呢，台南还有啥？安尼来问台南碰饼。我甲惊着。台南碰饼，阮查甫无咧食啦。哦，那是咪讲什么做过来你食诶着？对啊，做过来较咧食，所以我无法度形容。伊碰饼伊有分啦，有碰的甲无碰的啦。哦，系啦，有碰的就是查囡仔咧食，哦，系啊，伊咧做过来咧食，啊无碰的就是查甫的会当食。哦，所以其实恁台南真正有分哦，就是查甫的基本上都袂去食这个物件。正常较袂去想着讲要食碰饼即个。哦，真诶哦，因为我想讲，人讲好心贪甜嘛，啊，像我家己本身爱食甜的，我若来台南，我就想讲食一个碰饼啊，趣味安尼啊，泡茶的时阵啊，别，对啊，碰饼就该蒸卵啦，哦，伤火气啊！你有食过蒸卵的无？我无啊，我嘛无呢。再想讲，哈，这想要食看卖诶。碰饼你就爱加麻油蒸卵。对，我听讲传说嘛是即味，但是我本身无食过。听讲做过来咧食的啦。对，做过来你上补啊，上补。啊。后来呢，说来就是上重要诶。工商服务时间。对啊，你要甲阮推荐一下，就是你诶物件无？推荐大概有啥物想要推荐的，拢会使。啊是你想要讲，就是你台南一定会食啥的，推荐互阮两个啊，阮两个听咧。初来到台南爱去食。初来到贵宝地，需要你来甲阮指即条明路啊，指点者。对，就是我感觉来台南的一定爱食的物件，好，就是牛肉汤。牛肉汤，好。啊，甲咸糜。咸糜哦，咸糜一定爱食咸糜。大概咱台南差不多足厉害的，是无几间啊？差不多50-60间遐。阮半暝等下下班有法度有通食。咸糜拢透早。啊，你若是无，就爱搁有一间叫伫咧圆环边吼。嘿。遐有一间就是叫做，毋是。我拢会甲店名避掉，你放心。对。哦，迄间就是暗时会使食的。嘿，哇，好安尼，等下食咸糜，牛肉面，牛肉汤。好，就是来台南一定爱食牛肉汤，对，对吧？吼啊，咸糜，但是要食凉的咧，凉的哦，红茶，红茶，来台南一定爱啉红茶，红茶，倒位的红茶，我叫是当归茶，当归茶嘛是爱啉嘛，但是即几冬吼，较死行的红茶。我叫是当归茶甲迄绿豆沙。哦，绿豆沙嘛是爱啉，到底有啥物免啉的？我问你。
到底有几个巴肚啊？干那一个胃尔。就黑白变，到时阵长去了变形啊，同事拢无熟悉安尼。足侪人啊吼，拢讲哦来台南要食啥对啊，搁有就是，阮拢会甲问讲啊，你来台南几工？啊，正常拢来2工。哟，吼，两工袂赴啦，拢还袂食着啊，拢还袂食着物件，你困醒你就要转去啊，对无？啊，阮拢会甲讲啊，你若有心来，就加大2工啊。主管，所以我甲你讲，无要转去啊。自家开始住伫咧台南嘛，后个月才会转去咯。其实来台南要佚佗啦，吼，来台南佚佗上介好的时间吼，就差不多伫个2个月拄啊好。就寒人即2个月啦，寒人即2个月啦，嘿啦。你毋通热人诶，暑假时阵有无？我原本是足白诶，吼，系啊。你原本是一个白白的天才，即摆是变做就是。对啊，我迄工出去，我无甲恁骗，我迄工出去啊，坐伫个公园边啊，坐伫公园边。真诶，这我想讲就等遐休困一下啊。对，好啦，安尼我知影啦，安尼就是爱来介绍你的频道，互大家知影啦，你的 IG 啊，你的频道。哦，我甲你讲，其实咧，你若是无追踪，安尼我讲你真正饲白大汉。无怪我两个遮细汉。尤其是 IG 啦吼对，IG 你一定爱有一个叫做鸡鸭天才。对，美食必必客，鸡鸭天才，美食必必客，必必客，对，这个一定爱追踪，这个一定爱。听到没有？你讲拄则就是伊甲阮讲伊到位啊，阮甲门拍开，啊还未看到伊个人，啊但是伊个声传出来了，我讲哎本人，手机内底声走出来啊，真的啊，对啊，真趣味呢。好，安尼今日真欢喜邀请到咱的天才来到咱的节目，愈讲愈妖，毋知影听众朋友有听到迄个背景音是咕咕咕，伊在巴肚咧叫。好啦，啊拄则讲啊济，你讲要公鸡的口感问题无公平，对啊，无公平是安怎？你是毋有啥物特别的？我号称全台湾最会做爱鱼饼的啦，哦迄个就是我，系啊。你若来台南，就想要找做爱鱼饼的刘德华、古天乐，啊，你就来中正路食，对，都有一间，对，足厉害，叫做清水洞，哦，清水洞，嘿，咧卖鸡鸭饼的，对，嘿，去现场就咱看到你本人，我别个啊啦，系啦，做乜定的啦，变白啦，哎，去甲会使甲你翕相，会啦，你无用嘛会使翕相，嘿啊，要翕相，天才天才，若无去嫌的话啦，系啊，袂啦，好啦，今日真欢喜邀请到天才来到咱的节目，甲咱介绍台南的好食物。哦，愈讲愈妖，愈讲愈妖，真诶。咱差不多爱结束这个作妖的行程，袂当去讲啊，袂当去讲啊。后壁还有其他要食物件的行程咯，咱来食物件好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招门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大家好，谢谢谢谢，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台开拍节目，来听你创啥？我啉水，好，你几个来啊？是吗？而且阮伫内底想讲做细声，叫阮江水外口小大声。对，外口就大声诶。系啊，阮遮婚礼机做大声。真哦，我拄仔硬讲阿强拍过来，阿强拍过来。哎，阿嬷就安尼。看阮看阮笑诶，等，你往这推人机就是安尼，烦诶。即届阿强也派来。